今日嚟到坦洲嘅日進半島，帶大家睇一個3房嘅戶型。呢個單位嘅面積咧係112平方嘅，3房可以改成4房。成個樓盤嘅地理位置亦都係比較好嘅，落樓步行200米就到珠海嘅市中心啦。出行亦都係比較方便嘅，可以享受到雙城嘅生活配套。入戶過道咧係做咗明窗嘅設計，成個空間通透明亮。再過嚟咧就係廚房嘅位置啦。U 型嘅設計，成個空間咧亦都係比較闊落嘅，有1/3嘅面積咧都係贈送嘅。呢邊仲預留咗雙門嘅冰箱位置，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。再轉過嚟睇翻我哋南線以內嘅面積，呢個空間咧係全贈送嘅，配有全景嘅採光窗。我哋呢個位置咧亦都可以改造成一間睡房，成個戶型係比較實用嘅。從走櫃到背景牆嘅闊度咧有8.8米，大橫廳嘅設計喺剛需嘅戶型之中咧，亦都係比較少見嘅。成個戶型動靜分區，左手邊咧就係活動區，而右手邊咧就係休息區啦。再睇翻我哋呢個橫廳，搭配幾乎全景嘅落地採光窗，日頭就算唔開燈，室內嘅一個光線度咧，亦都係比較好嘅。客廳出嚟咧就係我哋嘅陽台啦，5.8米長嘅大陽台，呢個面積亦都係買一半送一半嘅。咁長嘅陽台，生活同埋觀景可以同時進行。最後睇翻我哋嘅休息區，做咗3間房同埋2個洗手間。首先見到嘅呢，就係我哋第一間房啦，望嘅係內園嘅景觀，做咗兒童房嘅設計，大概有11到12個平方左右。再過嚟呢，就係公用嘅洗手間啦，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。淋浴房裏面呢，有一半面積都係贈送嘅。隔籬就係第2間房，呢一間房同樣都係望翻內園嘅景觀，擺咗張1.5米嘅雙人床。再睇翻我哋嘅樓間距呢，亦都係比較闊嘅。成個樓盤呢，幾乎已經係封頂嘅狀態噶啦。成間房嘅收納空間呢，亦都係比較多嘅。床尾做咗啲收納櫃，同埋入門嘅側邊呢，亦都係做咗一排衣櫃嘅。最後嚟睇翻我哋嘅主人房啦，呢個呢係主人房嘅門口，有個玄關嘅位置，呢度可以掛翻自己中意嘅畫。成間房嘅面積呢，大概有20幾個方，擺咗張1.8米嘅雙人床。兩邊嘅床頭櫃裏面呢，仲配一個步入式嘅衣帽間。再入嚟呢，就係套廁嘅位置啦，套廁嘅位置亦都係比較闊落嘅，有需求嘅亦都可以擺一個浴缸。成間房呢，亦都係配有全景嘅採光窗嘅。好啦，呢個單位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單價12000幾起，帶埋裝修，首期最低6萬，有興趣嘅朋友聯絡我啊。